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月16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人气团导男全台湾拢降温的，一直广告拜日，若拜五小过年暝，东北季风会增强，民众新正出门行村爱穿护袖。要过年啊，开销较上重，为着要稳定物价，经济部甲10大通路，还有台糖、台盐合作推出评价专区。苏花公路大清水泵坑放气，昨下晡5点已经抢通，也毋过因为山壁爱补强，今仔日到拜三一天，敢若开放3个时段。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苏花公路。苏花公路的大清水泵坑放气，昨下晡5点的时已经抢通啊。也毋过因为即马山壁爱阁继续补强，所以对今日开始到拜三一天，敢若开放3个时段会当过。若暗时啊是拢有管制，拢袂当行。有袂少驾驶是未前买透暝拢去排队，嘛有驾驶怨叹讲开放的时段伤少啊。也毋过嘛有驾驶认为安全第一。有要赶伫早起5点放行的时间，天也袂光，苏花公路中德段路上就出现几公里远的车条，真侪驾驶拢是昨昏15暗就来等，因为总比西园路较好。也毋过对一天只放行3个时段不了有意见。为了安全起见，没有办法啦。你等多久？昨天晚上10点多等到现在，一天只放3个时段，这样不够。你如果说夜间不放可以，可是你白天尽可能能放就放。时间一到，管制警员拍开门，予南北管制车辆放行，开始时速也会当维持40公里左右。也毋过，进伫经文泵坑了后，就出现塞车，因为泵坑内的大型车辆的挂度甲小闪车拢困难，经过灾害路段搁较紧张。大哥，你要是看上面对不对？要随时注意有没有落石，是不是？避免有落石吧。对。南澳干部团表示，大清水泵坑虽然伫15抢通，也毋过放气山壁也爱做防护工程，所以16到18逐工只放行3个时段，暗时7点以后就封起来，以离工程进行。那16号到18号啊，我们要继续做坡面的一个喷浆作业啊，所以说我们一天只开放3个时段，就是上午的5点到8点，那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那傍晚的5点到7点，晚上7点以后啊，我们那个和仁到崇德路段还是进行封闭。公路总局强调，春节连续假期都要到啊，所以需要赶紧做好灾害路段的防护。19到31才会全线开放，这3天的管制也会请用路人多多体谅。记者综合报道。那国道4号台中环线丰潭段今日是正式通车，行政长苏贞昌也有台中市长罗秀燕拢有到现场。通车了后，驾驶人就当闪过原本较高探车的路段，嘛会当串联台中路网，小偷车阵。请用钱。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及台中市长罗秀燕等人剪彩了后，马上过国道4号台中环线丰潭段正式通车。高工局表示，这条重要的路廊从国道4号丰原段，再到台74线潭子段，是串联大台中环状快速路网的最后一段路。现在呢，它可以经过我们潭子系统交流道，直接透过这11公里呢的一个新开的路线呢，接到原来的国4，走到国1的这个交流道之后啊，这个路径节省可以省到20分钟左右，可以避免塞车，也避免走远路哈。高工局说明，国道4号台中环线丰潭段为丰原段起，高架下过第3线，往南再过去泵坑来穿过丰原南端的山区，最后过来接到台74线。全长11公里，开了将近305亿，预算伫16号正式来通车。未来行国道4号丰潭段，会使省略经过台中市区。若要到国关新社，嘛会使为国道4号丰潭段落来，会使疏解国道1号丰原大雅段的塞车，搁较成为串接山海顿的重要路段。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嘛是伊任内重大建设之一。现在我赶到台中来和我们乡亲一起来感谢过去6年来辛苦的工程人员。我们最重要的是，大家忍住辛苦，顶住责骂。国道4号台中环线丰潭段，伫16号下晡3点正式通车了后，将会成为台中都会区东平山城的重要路段。对着要到的春节出游潮，会使有效的疏解国道1号以及国道3号中部路段的交通。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嘛是咧台中，这是台中市的东区，昨暗时发生轿车弄红灯，去弄到2台奥多拜，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那驶轿车姓刘的查甫人，弄到人了后，转甲车等伫路边，人就选去啊。严格警方伫昨昏半暝啊，已经抓到人。昨晚7点26，台中市东区正兴路甲东光园路路口车真多，发生重大车祸。有一台由49岁姓刘的查甫人驶的轿车，敢若是撞红灯，佫驶了真紧，去弄到2台伫咧过路口的奥多拜。分别由连姓女子所驾负载1名乘客及叶姓男子所驾的2部普重机发生碰撞，造成叶姓男子伤重不治，连姓女子及其负载的乘客受伤，送中国医院治疗。弄到人的姓刘的驾驶车等的人就走。警方调查，伊伫咧车祸进前就违规反向驶车。警方但警示车缀伫咧后壁要甲伊挡来，因故为了这份的安全无继续入，会依法就违规的部分甲伊举发。连姓男子肇事后逃逸，目前已调阅监视器掌握对象，将尽速将其查缉到案。案发了，警方对早伫暗时11点外，甲姓刘的查某人查入到案。警方透明检查，专案将会依照过失致死、肇事盗窃等罪嫌移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疫情，今仔日咱国内是新增加15409个本土病例，胃病死亡的有40例，中重症有52例。另外，伫春节防疫专区，伫今仔日嘛正式上线，民众会当伫网络顶头查询过年期间总共需要互医生看的资讯。那疫情指挥中心嘛，预告讲，第3波的疫情高峰嘛可能已经过去啊，也毋过伫新正春节这下刀病例数可能会阁压起来，所以呼吁民众防疫千万唔通放零。咱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伫头拄啊上盖新的说明。昨天新确诊的本土病例有15409位，那比起我们上个礼拜一的时候，那是下降了大概9%。境外移入的病例只有223位，那死亡的是有40位。中重症的个案是有52例好，那在这边补充一下，我们这几天儿童青少年的重症个案那总计是有7例的密死息的个案没有其他病症的个案。那我们今天也正式就是在我们疾管署这边现在应该就是已经启用了一个新的这一个 COVID-19 的春节防疫专区，他们会有这个全国特约医院院所在春节期间看诊的资讯，我们会把它连接到健保的网页那么从1月1号开始，我们对于中国4个航点直航进到台湾的旅客做唾液的这个 PCR 的采检，合计的阳性率是14.1%。那我们看到 BA.5 还是占这个61.8%是最多的。BF.7 占大概37% 左右，也没有发现这个新的这个变异株。那么这些措施目前我们都还是会维持到我们原定的1月31号，所以我们推测这个第3波的高峰应该已经过了。那过完年之后到底会不会反弹？那预期可能会有一点反弹，但那是不是第4波，我现在没有办法确定哈。继续关心天气，这是锋面通过加上冷气团热南。对昨开始，咱全台湾的温度拢有降，而且降真济。伫这方面的北部、东北部落雨机会嘛变较悬，是一直赶到明仔载拜2、拜3的时会小可回温。也毋过伫拜5小过年暝，东北季风佫会增强，所以民众真正有出门要去行村，一定爱穿好少。天气冷气机行伫路的面上，拢穿着9个外套底帽啊，甲前一天的高温要25度来比较，伫方面通过台湾的影响下，礼拜透早气温已经降10度。气象局更加对基隆、台北、新北、桃园、马祖、新竹、苗栗甲金门等县市来发布低温特报。可能就是羽绒衣，像现在10几度都是大概3件4件起跳。像昨天真的是很热，然后今天又很冷，然后今天又包起来，包成这样子最主要是要外套穿好。根据气象局观测，这波冷空气有加对15影响到17，北部甲东北部这方面落雨的机会真悬。拜3气温会暂时来回升，拜5过年前一天甲拜6过年，伊个冷空气南下，东北季风会个增强。那这一段期间呢，北台湾整天都是气温偏冷的。那其他地区呢，低温方面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有机会来到12、13度，其他地区预估也有14、15度的这个低温。面对温度向降低温差，医师提醒，天气寒较诱发血管的收缩，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民众，更加爱特别注意，增加心脏病甲中风的风险。突然天气变冷会造成交感神经突然受到刺激之后，造成血压上升、心跳变快，而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事件发生。医师提醒，若说是有运动习惯的民众，该伫室内嘛爱加啉一罐温的小滚水，预防非常苦。若出现胸感痛、喘气困难、老颈关节症状，爱赶紧互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你要过年啊，爱办年会，所以用钱开销拢较上重。为着要稳定物价，经济部这嘛是和10大通路合作，包括台糖、台盐拢有合作推出边价专区。啊，那伫大卖场的业者，也个有超商嘛，拢有推出家己的活动要抢上机。另外，经济部即嘛已经对外表示，为着要互民众好过年，所以伫过年期间，汽油、加速拢袂起。拜六就要过年啊，民众嘛无用伫咧买过年爱用的物件，为着稳定民生物价，经济部甲10大通路，也有各项事业、台糖、台盐，伫过年进前推出边价专区甲商品。以这样分散的消费者购买需求上面，可以去增加其他可能性的消费空间。那我们也希望说，用这样的方式互相的调整、互相的琢磨，其实基本上在这个涨价抗涨的部分，消费者其实是可以放心，通路基本上都把关好。经济部的这个平价专区呢，我们已经把它视为我们长期的一个策略哦，所以不只是在过年期间，在年后，其实我们会维持长期一个平价的策略。在我们门市呢，就会依据不同的档期，我们会推出不同的一些优惠活动。通路业者讲，物价成本加悬，卖物件压力是袂少，因为烦恼卖了伤贵，会影响民众买的意愿。亲像统一超商，主打超过500个民生用品，优待买一个送一个。OK 便利商店是民生实在甲量的拢有优惠，也若家乐福是消费满2000，都有拍91个优待券。专业的肉、菜色、果子甲民生物品，嘛拢至少有拍8折。除了通路业者配合边价活动，经济部表示会为能源的部分甲民众做伙来度过这难关。我们在这个汽油的部分呢，在年假期间呢，我们是只跌不涨。好，那么另外包括瓦斯还有这个相关的油价等等的我们这也会动涨到月底。稻笋业者讲，会配合政府稳定物价政策，为过年进前到新正了后，拢会有边价专区。不过，这个年过了后，物价敢会当维持稳定，各界拢伫关注。记者综合报道。那专民分6000的这个法院，这个特别条例草案，即马是已经送到立法院要审查。国民党团即马是主张讲，敢若分现金的这个单纯版爱先通过二读，也毋过民众党甲时代力量党团拢认为讲草案爱交付委员会爱做实质的审查。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尊重立法院，若经过朝野党团的协商，行政院的版本甲国民党的版本，这两个草案的并案交付委员会，明仔载甲后日2天要来审查。那即马总预算案是刷到19才处理。加西害互民众的破坏现金6000块特别条例草案，朝野搁在进行攻防。国民党党团建议行政院3800亿的特别预算内面，包括1000亿的加强社会韧性的项目，袂使抗赔授权。除了发放现金的预算以外，拢爱交付委员会审议。我们党版发放现金条例只有发放现金，相对单纯。等一下朝野协商，我们党团强力要求监护外股紧速完成立法，导入发放现金。如果你一方面对外讲是求快，希望快一点，可是一方面在整个条例上面又有很多的复委，甚至于要去卡住他的感觉的话，那我想人民的感受是不好。我们是要呼吁国民党虽然这一次的胜选，但是也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了。发现金特别条例直接离图无强势，而且这边的立委是批评在野党两面手法，民众党团加时代力量党团认为无应该排挤发6000，主张此法应该交付委员会实质审查，避免变做政策买票的包裹表决。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回应讲，尊重立法院审查的职权。我们尊重立法院的职权审查，期待紧速通过，让我们能够编预算。只要预算在立法院一通过，我们就可以在开春给国人同胞
从小到老每人6000块的开春祝福。苏贞昌进一步讲，蔡总统伫咧主持国安会议时阵，有做3点重要措施，一方面爱强论经济，也爱照顾受到影响的个人抑个产业，同时也爱留一寡做准备金，经济成果爱全民分享。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民进党内民进党主席的补选伫昨昏举行，副总统赖清德顺利选调。赖清德昨暗嘛伫面册顶头回应讲，伊的目标真明确，就是要团结民进党，要互民众搁再信任民进党。也毋过18上任了后，赖清德头一项爱面对的，就是党内派系挑战。民进党主席补选结果出来啊，副总统赖清德共赢竞选，确定选调，就要担象征民进党的这个重大责任。伊的得票数41840票，得票率99.65%，投票率是17.59%。民进党中执会会伫这礼拜3公告，由代理党主席陈其迈甲赖清德交接。投票结果由1号赖清德同志胜出。那相关的选举结果也会在接下来的1月18号礼拜3的中执会通过后，公告。那也会在当天下午举行新任党主席的就职交接典礼。当选了，赖清德伫咧 FB 回应讲，伊的目标真明确，就是爱团结全党，和民进党赢回人民的信任。也毋过接党内事务，就要朝党内派系，抑个行政立法要哪平衡的问题。像这份党内基层正反对的郭家麒甲王世坚，伊要安怎来团结党内无同的声音？那么严重没有惩戒他，可以吗？大家也都知道，2024对民进党来讲是非常艰困的一个选战哦。那大家也都必须要齐心协力、团结，才有办法胜选。党政之间的分际也都是有别的，所以它不代表着说民进党会有所谓的双头马车，又或者是各领其政的问题。因为民进党秘书长应该是由前高雄市代理市长柯立明接，党务人事跨派系，找郑国辉甲杨建辉出任。总统蔡英文的英系人马将会全部撤退。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中华邮政的子公司中华快递公司，伫去年7月份的时，因的员工有抗议讲薪水伤低啊，所以有去争取加薪水，尾也嘛有成功。也毋过即马年尾啊，在想年尾奖金的时，员工发现讲今年的年尾奖金敢若1个月，这是比去年减3万块至5万块，这是引起员工的不满。即马按算要发动罢工，投票的结果有8成3的员工拢赞成罢工。今仔日工会是去行政院的门口抗议，要求公司爱加分1个月半的奖金，若无排除伫过年前，因就要发动罢工。我们大家等的就是这一笔钱，小孩子的学费，还有很多家里的负担、开销什么的。不满绩效奖金只有1个月，中华快递企业工会来到行政院门口抗议，因表示，若公司唔管加发1.9个月绩效奖金，无排除会伫这几天发动罢工。公司规则规定说，年前年终奖金跟绩效奖金是一次发期，这一次他有发1个月。缺了1.5个月，等于是一个人少3到5万，所以说公司是已经违法了。工会表示，2当前争取员工过薪调悬300，但是绩效奖金缩减1万。去年7月发动罢工，才争取到调薪5000块。这阵全台半数以上的经行是靠中华快递服务，若罢工，未少公司的资金可能受到影响。公司是表示，已经发1个月绩效奖金，加1个月年终。会再补发绩效奖金的差额。那对于工会的诉求，我们在1月31号会召开董事会来讨论。中华快递是表示，会伫月底召开董事会讨论员工的诉求，可能各补0.9个月以上的绩效奖金，但是工会袂当接受，要求过年前就应该把员工的钱拨落来，若无就会有进一步的行动。记者梁立福台北仓报道。继续关心疫情解封了后，即马观光业、餐饮业生意拢变好，也毋过嘛出现无卡手欠人的问题。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有超过6成半的企业怨叹欠工。那学者是表示，因为伫疫情期间，真侪劳工拢已经换头路啊，即马临时临要要找人实在是无好找。若是要紧，薪水好、福利好，自然就有人来应。疫情即马有小可较降来，国内外旅客明显增加。观光餐饮业生意变较好，也毋过煞找无员工。根据人力银行的业者调查，
有超过60个接受访问的企业欠人，而且每一种行业拢有。确实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在人力上面的一个招募呢比较难的执行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啦。那大概比疫情之前我们的人力大概少了有这个将近一半左右的人力。旅游业可能经济回流了，如果说真的有明显在反映在公司的营业额上面，是否真的可以让公司的这些员工们一起享受这样的福利？比方说科技业的配股分红的制度。人力银行业者的资料显示，目前有13万项加产业相关的工作机会，甲2022年同期比，欠工的数量明显增加22.7%。企业若想要找人，一块加油。业者讲，长期欠工的背景包括人口的少子化加高龄化，一个疫情所造成的换头路。疫情期间，这个国门的没有开放，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些产业的这个受雇者，事实上就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就转移到其他的这些行业去。这个所谓的缺工，其实也不排除这种所谓的这个大离职潮或大转职潮的这样一个因素。另外，这摆少年人对就业的价值观无同，较重视自由加弹性，保持工作加家庭的生活平衡。所以企业在咧管理上，为了保持弹性，并且满足多元的员工需求，变做正重要。记者综合报道。那民车社团爆料公社最近是互亚讲，那亲像是有牵涉中国资金。母公司那亲像是一间香港公司。班主有发出声明驳回讲，这是无影无迹的代志，因莫名其妙红抹红。经济部的投审会即马表示，会去调查公司的资料，必要的时，嘛请公司去说明股东有啥。甲拄到的问题抛去社团，甲所有的网友做伙讨论看法。有200多万被众的人民册社团爆料公社是受到不少网友的欢迎。不过最近煞有网友讲，爆料公社的资本额有甲4200万新台币。因推论讲，有这款的规模，甚至专工去海外注册，那像是中国资方伫运作。2018年时阵，立委陈定辉嘛捌做出提醒。台湾有很多人是透过爆料公社去表达、抒发自己不一样的想法，甚至是把一些社会的状况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说今天所传出来这个讯息是真的，查清楚，其实对于爆料公社也是好的。根据网友的讲法，爆料公社公司代表人所代表的法人是 BLC Group Holdings， 了后找到一间登记伫香港同名的公司，登记的中文名叫做组合天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所以才会推论讲，爆料公社背后是中国资方伫运作。针对这点，经济部投审会已经伫查这间公司登记相关的资料，说他跟那个香港的这家是同一家，其实我们这边查不是啊，我们这边查就2家是不同的，没相关，其实是没有中资疑虑。对。爆料公社班主嘛出面驳回讲，唔知是倒位来谣言，风声放影讲爆料公社是中资，连查证都唔免，用起盘拍字就会当甲人做恶。而且表示，爆料公社已经存在真久啊，这个社团一开始就是为着要互大家发表意见存在的，自由讲出家己的想法，资本就是因一贯的作风。即马无代无志去用泼垃圾水，讲是中资，伊是感觉真好笑。伊讲社团是独立运作，嘛无中资。这个人的心肝内唔知影得啥物算盘，竟然甲无影无迹的代志白白布染甲乌，甚至牵连着政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美国之前有宣布讲要卖暴雷系统予咱台湾，也毋过因为疫情过后，咱台湾本岛拢无放地雷啊，这是引起外界的讨论嘛，引起外界关心。在野党的立委是表示反对，反倒台湾会成做地雷岛。也毋过陆军是驳回讲，咱国家买的毋是台人迄款地雷，民众毋通误解。美国顶一日宣布，要予台湾总额1亿8千万美金的火山陆上机动暴雷系统，有曝色面积宽、作业时间短、甲装甲防护能力等等的特性，会当拖延中国军方登陆拍台湾。不过因为疫情了后，台湾本岛毋捌布地雷，引起各界的关注。在野党立委大声反对。北面媒体报道，烦恼台湾成做地雷之岛，甚至演变成做政治议题攻防。他们所提出来反对的理由根本不是事实，而唯一他们将反对达成的效果，就是帮助中国解放军排除台湾拥有、阻止他们快速登陆滩头的战力。民进党立委大部分是支持这个军售，
国防院学者苏志芬表示，火山暴雷系统是无病帮作战真好的武器。这个系统无需要人工作业，而且安伫个地表用看的就会当来辨识，嘛有定时自毁的功能。国际上，美国、英国、法国拢伫使用。不过，嘛有学者提出，目前中国军方的战术拢是以海空为主，暴雷系统敢是现处时上界需要的，要有当讨论。就解放军来看，他目前对我们的攻击，一定还是先做海空的封锁，以及这一个飞弹的对我们的攻击。那这一些的话，都会导致说会用到地雷这个武器，应该是战争中后段才会用到。陆军以新闻稿回讲，采购的火山暴雷系统是上新美军现役的装备，属于反装甲地雷，并不是人员杀伤性的地雷，而且是金属制品。伫咧作战的时阵，采计划性部署，以雷区飘射的方式，会当避免咱国军方甲民众无细致去夹着，战后嘛方便来清除，希望民众唔通误解。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今来关心尼泊尔无人机摔落来，已经知影造成68人死亡，4个人失踪。这是当地30年来死亡人数上界严重的空难。若失事的原因，即马爱去调查。搜救的行动甲打嘛还未停。若摔落来无人机，甲咱台湾伫2014年、2015年复兴航空空难是同一款的无人机。飞机准备要降落，因国机身处一名机头一直向下卡顶，未按设定赛地结果附近。फाइटर प्लेन जैसे कि मिसाइल को डॉस करने के लिए टिल्ट होता है ना मैंने उसे देख लिया मलाई यसरी हेर्दा यहाँ आएपछि यस्तो मोडबाट यस्तरी झडममा हानेपछि त ब्लास्ट भयो हेर्नुहोस्尼泊尔费林航空一台载着68位乘客加4位机组员的客机，15早起自首都加德满都要飞到中部第2大城普卡拉，伫咧准备降落的前几分钟，驶伫咧普卡拉国际机场附近1.6公里的所在，附近的居民甲搜救人员赶到失事的地点，不过烟正高、火正大、正歹救。机身有一半摔伫咧山坡顶，另外一半是落入去山坎坎的赛堤湖。死者内面有幼婴，也有包括来自印度、俄罗斯、韩国、爱尔兰、澳洲、阿根廷甲法国等外国籍的旅客，因为遗体被搬出时阵，面拢看袂清楚。 घटना दुःखद भयो हैन अब यसको उद्धार कार्यको निम्ति सम्पूर्ण शक्ति लगाइएको छ नेपाली सेना सशस्त्र प्रहरी सबै 这是尼泊尔30年来死亡人数上最空难事件。普卡拉是通往喜马拉雅山登山路线，安那普纳宽线的出入口是正热门的路线。普卡拉市的国际机场2礼拜前才启用，下来这台班机机型是 ATR-72， 机龄15年。ATR-72 是真侪国家航空公司摕来飞短途区间载客，几多年来发生过真侪空难。 像咱台湾的复兴航空，2014年平湖空难，2015年设立去归人湖的空难，就分别是 ATR-72、500加600客机。后面自2013年开始，因为安全的理由，禁止尼泊尔航空业者飞入后面的领空。2017年国际民航组织讲因已经有进步，不过后面依然要求因继续改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镜头来以色列。 反贪污早起还佫背信有派坐条官司，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即马是用司法改革做理由，讲伊想要定做最高法院，而且嘛温存国会会当否决最高法院的判决，这是引起当地因国家各界拢真火大。14暗就8万人行上街头抗议。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伫14暗有超过8万位示威者，甲市中心的路开甲满满。 其中有一阵示威者想要封锁市区的主要干道20号高速公路，和警方强烈阻挡，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同款大规模的街头示威也出现伫咧耶路撒冷甲海法等大城市。 We came here to fight for the democracy, and we would like to say that the current coalition in Israel would like to change the regime to make us like a dark regime. In the world, and we will not accept it, and will fight for this democracy. 司法部长来源几天前宣布，会透过成立审查委员会来定做最高法院，同时和国会以简单的多数决来推翻最高法院裁决的权力，引起各界不满。反对的人认为，安尼先会减弱司法独立，助长贪腐，阻碍少数族群得到应该有的权益，并且会减弱以色列法院的公信力。 最高法院院长哈尤特甲检察总长米拉也公开表示反对。有人认为安尼始做是为了要替贪腐早期背成顶官司真侪总理纳坦雅胡解套。לפני חודשיים
התקיימה בישראל הפגנה ענקית. אם כל ההפגנות. מיליוני אנשים יצאו לרחובות כדי להצביע בבחירות. אחד מהנושאים המרכזיים שהם הצביעו עבורם הוא ביצוע רפורמה במערכת המשפט. 民调显示，民众对司法改革的看法已经无相同。13频道电视台顶礼拜调查讲，53%的受访者反对，只有那35%的受访者赞成纳丹亚夫政府所提出的司法改革。不过14频道12的调查是讲6%的人赞成，3%反对。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有并设王国的名号，香港是伫全世界上界冷的城市。这是伫俄罗斯西伯利亚中部的城市雅库茨克。15日时出现零下50度的低温，这是比在地人已经惯习的零下40度也搁较寒。伫俄罗斯雅库茨克这座位伫莫斯科以东大约5000公里的矿山城市，15下昼1点43分的气温是摄氏零下48度。路透社甲法新社报道，北极有冷空气流南，迄天气温降到摄氏零下50度。那这甲在地人惯习的零下40度又搁较冷啊。Ну и как вам по ощущениям эти морозы ощущаются вот вам, как жителю Якутии? А нормальные морозы или нормальные? Я думаю, что все-таки все равно аномальные они уже,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к долго и такие низкие температуры стоят. 街道气氛直接将气息放伫街仔顶，大地气温是天然冷冻库，规个城市雨并无打着。好佳在是，因做生理爱行来行去，伫低温中还袂遐艰苦。Но что-нибудь еще, кроме тепло одеваться, там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лайфхаки, что-нибудь такое? Ничего нет. Просто главное потеплее одеваться. Капуста, как капуста, так скажем, да? Ой, очень холодно стало, тяжело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дышать, двигать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 нас 100 одежек и все без застежек.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конечно, работать. 那外出居民穿少的秘诀就是弄长车手套，围2条围巾，为头保暖到脚。当地气象部门已经警告，因为一场异常极长的寒流来到，部分平原地区气温有可能降到零下62度。公司新闻吴连编译。在镜头来美国超级100万这款彩票的头奖，累积奖金有美金13亿5000万，算的等于是咱新台票413亿7千万，引起大家小钱买，希望讲准讲好运，就有机会会当去做好业啊人。14日时头奖开出来啊，是伫一间加油站，彩券公司通知这间加油站的时，加油站佫叫是对方是诈骗集团。美国超级100万彩票为去年10月了后，连续25期拢无开出头奖，引起民众的买彩票的热潮。互头奖的奖金累积真紧，每一名买彩票的人拢希望会当中大奖。Pay off a couple of mortgages and take care of some people. 因为超级100万彩票是每一礼拜拜2甲拜5暗时开奖，伫70暗时有缘无开出头奖了后，这笔奖金真紧地累积到13亿5000万美金，差不多台票413亿7千万。24暗时头奖总算开出来了，是免研究一间加油站得奖。彩票公司通知加油站业者的时阵，佫一度互认做是诈骗集团。At 6 o'clock this morning, my phone went off. The phone identified it as a phone call from Augusta, Maine. And I was told that my store sold a $1.3 million winning lottery ticket. I thought for sure it was a scam. 根据了解，得奖的人只有买一张彩票，开2美金，差不多是台票61块，就甲头奖摸到转去。即马得奖人的身份也无法度确定，也毋过伊会当选择是一间领扣税了后的7亿2350万的美金，差不多台票221亿，也是领到全部的奖金，也毋过爱分做30档，每一档领一届的方式，甲奖金摕到转去。俄亥俄州彩票总监嘛是超级100万的财团董事帕特嘛发表声明，恭喜得奖的人，表示这是免研究头一个超级100万的头奖，也毋过这嘛是超级100万彩票历史上的第4个超过10亿美金的头奖。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镜头等下咱国内来关心在地新闻。既然对元旦开始有违停车格人行道，也是顶仔卡，民众若是要停车，就要停伫停车格内底。若无，伫乌多摆是罚款600至1200，啊，若脚踏车会罚款300至600。也毋过有的所在有话，有的所在无，民众是看甲不飒飒。官府即马是表示，因为有一寡顶仔卡是私人的土地，要划的时确实有拄到一寡阻碍。自1月7日开始，宜兰的民众若骑乌多摆脚踏车到顶仔卡人行道，看到停车格拢爱停伫咧格仔内面。
那违规奥多拜罚600到1000，脚踏车罚300到600。杨国民众认为停车价伤少，要加贵一寡。说一定要停在那个格子里面，但是没有那么多格子，又要罚民众，这样子好像有点不太合理。只要有地方停就停了。行伫宜兰的路的人看到真侪停仔卡另行拢无画停车价。根据县府修正的停车地数要点规定，画停车价标准是人行道看到3公尺以上，而且无禁止停车。画停车价了，一个留1公尺半互人行。原来3公尺以上的人行道无多，佮加上一寡停仔卡是私人产权，画停车价会拄到反对。但是因为是那个人行道是不是足够3公尺宽？那民众并不清楚哈，那所以希望透过公部门的画设来确认那个人行道是有足够宽能够让民众来停放。县府讲为停车价是希望让民众知影倒一寡所在会当停奥多麦加脚踏车，避免乱停的现象，并且优先行路的人通行。县府会继续甲民众沟通协调，继续推动为停车价。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66岁姓詹的负责人，昨下晡伫新北市永和的仁爱公园，伊用运动器材咧做运动，结果因为运动器材生后气转断气，害伊受伤，害伊脊腿骨折。负责管理的永和区公所表示，因会负起赔偿的责任。接到救护案件，赶紧出动，有一位负责人倒伫咧涂骹，看起表情是真疼。这位负责人的翁婿徛在边仔正着急，救护人员到现场了，是该送病院。家人这边的伤势他还好吗？还好了，还好了。我们现在要去手术室。代志发生的现场伫咧新北市永和的仁爱公园，有一位66岁负责人，15日到2点外，用公共器材伫咧运动时阵，这个设施突然间断气，去撞到伊的头，结果造成伊正脚的骨头断去。好像是有压到人，我今天来那个不见了。我昨天早上来的时候，其实还好好的，只是我拉的时候，就是有些晃动比较严重。公共设施损害造成公安意外事故，负责永和的永和区公所随派人到现场，已经把派给器材拆掉，伫咧现场将告示牌仔提醒。这项器材是自103年就设立，拢有定期做安检。这回出代志，区公所讲有可能是器材新鲜所造成的。最近一次的一个检查是在去年的11月，那当时的检查状况是为生锈，有用榔头去敲打，那基座才算稳固。那可能是近日连日的下雨，造成它那个锈蚀加速的一个严重。区公所强调，以后会强化安检的频率，自每一季改做每个月做检查，也已经去关心受伤的民众，会负赔偿的责任。实际登到现场，看到每一项器材拢有老大人伫咧使用，有真侪设施拢已经真久啊，要新鲜的情形。户外设施为何就要搁再加强，避免搁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厝价悬，真侪人拢买袂起。政府即摆为着要实现大的政绩，除了收平均地权条例，嘛有咧起社会主体，也是劳工主体。高雄伫1月份的时，就提供11户28平的劳工主体开放申请，那一个月厝税是3500。另外，伫去年底拄起好的凯旋青树社会主体，2月份的时，嘛提供245户，一户厝税5800，这拢已经向侪民众打电话去问。承办人员详细检查文件，确定申请者是毋是有合资格。高雄市府今年初开放鉴定复兴国体和高山建宏国体，总共有11户劳工主体。虽然是空房无敢加固，但是空间有28平大，而且3间房间拢有窗仔。虽然申请的条件较严，不过已经有40件申请。必须涉及高雄市满6个月以上，然后他受雇在高雄市登记有案的事业单位，或者他加入产职业工会、职业劳动者，以及他或者说是包括他受雇高雄市政府所辖的机关的一个技工工友等。为着要实现居住正义，除了受惠各县市，嘛拢有咧起社会主体。高雄去年底起好的凯旋青树社会主体，嘛要伫咧2月初7开放245户。含劳工主体比起来，社会主体是新起的，厝间户型会当选1间房至3间房的租期嘛较久。另外，若是劳工主体有28平大，厝税是3500；社会主体一般户厝税是5800起跳到18600块拢有。另外，若是关怀户，上价是3900块起跳。社宅，因为里面该有的东西都有，不用再额外去购买。政府补助人民的话，那他应该在一房的部分，像我指的一房来讲，
5000包再更低啊。对啊，要让它有感嘛。社会主体的申请条件较低，若是本人含配偶的囝儿无房地产，月入无到5万块等等的条件，就当申请。高雄最近这几年，因为台积电含桥头科技园区等等的投资建设，和厝价直直起。去年平均厝价是1平32.4万块，年增幅是30%，互民众根本就唔敢买厝。敢若期待政府会当加开放社会主体，互买袂起厝的人嘛都会起。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为着要减轻有厝贷款的人的负担甲压力，内政部即马是有定出定额补贴的方案，下租价者唔免申请，就会当直接拨入去口租。也毋过到底家户年所得偌济才通摕到补助？内政部即马是强调讲，目前还搁咧讨论，也未定案。房价加悬，加上央行连续4摆起利息，政府决定利用超定税收中的2000亿，部分用来补贴民众房贷，以减轻负担。内政部进行拟定房贷定价补贴方案，补贴条件是房贷族限定只有1户自用，而且家户所得离家庭平均所得一定分位点之下排付，佮采取定价补贴，民众无需要自行申请。内政部会以金管会提供的名册，拨款到符合条件的房贷族的户头。也会考虑他目前的房贷的金额是在落在哪个额度，那也同时来考虑这个家户的所得比会落在哪一个位置。补贴的方法上，以直接可以服务所有的民众的方向来做规划。对房车符合补贴的家户年所得分位点会为50%的分位点，提悬到60%至70%的分位点，而且房贷余额要达到一定的金额以下，才会当得到补贴。房车房贷1000万，逐个月大约会当领到3至4千块。也不过内政部强调，相关细节也在讨论，还未定案。确实是一个蛮新的措施，那也会有助于减低这些购物人的压力。但是一个程度上面来说的话，这一类的预算可能它相对而言会排挤到其他的社福预算。所以如果说未来降息之后，是不是要去做一定程度的调整？我们认为这个可以来去做一个进一步评估。金额是有限啦，今天也不可能长达20年，因为这是特别预算所出来的啦。为了贪这点小便宜而进去买房子，如果不考虑到因为平地交易修订的关系，造成房价可能下跌，赚了一点点补贴的钱，可能赔了房价，是可以考虑的啦。查者认为，若讲政府想要透过这种方式来鼓励民众买厝，煞可能因为平均贷款条例修法，造成房价可能下降，真值得思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经济证券基金会统计，去年囡仔房锁伫厝内，也是锁伫车底案件，是比去年加4.1倍。原因拢是因为家长甲囡仔一个人放咧，尾啊，佫找无锁匙。好处就是伫喇叭锁顶头套上即个防护挂，中看起来囡仔就袂当锁门，或者是会当装这个门洞，门就无法度关起来。另外，门的外口悬的所在放备用的锁匙，万一反锁，佫会当起来开。证券基金会统计，去年囡仔防反锁的事故，新闻报道有29件，是前一年4.1倍，其中嘛包括甲囡仔留伫车顶。我觉得家长实际上是没有警觉意识哈，因为尤其是在车内的话哈，你怎么会是觉得说我下去一下便利超商没有什么事情呢？那或者是说有时候停下车的时候脑中还在想事情，你是有带孩子的人，警觉度要高。证券基金会指出，囡仔单独伫厝内或者是密闭的空间，有可能会摸到危险的物品，造成其他的伤害。更到百姓的坠楼事故是甲囡仔单独伫厝有关系。蔡先生厝内嘛捌发生过风甲防护栏关起来，造成囡仔互单独留伫厝内以外，好甲再赶紧等来开门，无发生伤害，以后伊就拢提高警觉。走下楼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拿钥匙。还有就是，如果说今天只有一个家长在家，我们就讲好，就是都不要再出门。伫车顶反锁嘛袂当轻视危险性，有的家长就接到电话，一时间袂记，直接落车，甲囡仔留伫车顶。若讲伫热天有可能会造成囡仔脱水热死，证券基金会嘛呼吁家长落车进前一定爱回头看，反锁的预防爱做到一步三要，就是无单独，爱锁匙，爱防护，爱查看，才会当确保囡仔安全。记者林崇梅、桂俊林台北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南投，南投的地同人学乐，即马搁伫英国摕到金发家的乌龙组金奖。为着要宣传咱的台湾茶，茶农嘛伫英国用传统的茶刀来教外国人安怎品茶，希望甲咱台湾的茶米会当拍入去欧洲的市场。
甲茶米倒出来，先淋上熟水，再来用烧水豆豆冲，茶当片到微微清芳。南投基内选的高山茶，毋但伫国内受到民众的肯定，去英国比赛，阁得到青花甲乌龙组金奖。消息一传转来台湾，南投的茶农拢感觉真公平。今年的气候刚刚好，温湿度刚刚好，所以今年的春茶产量还蛮多的，还品质蛮好的，就是好运加泡水长，喝起来很滑润。为着要宣传台湾的茶米，茶农的查某孙专程到英国，用茶道的方式教外国人安怎泡茶、品茶。除了使用的茶果、茶杯爱讲究，转茶时间甲食茶的方式也着照无来，才通啉到奥运好、佮甘甜的滋味。可以推广我们台湾的茶道还有茶叶，而且茶道在国外的话，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会拉近。这个是弘扬茶道最好、茶叶最好的方法。因为本身我们照顾茶园，我们都很用心，不管是在卫生安全方面，我们是特别注意。茶农主心栽培茶米，查某孙推广茶道，互相合作，甲台湾的高山茶拍入去欧洲市场。一群人做伙打拼，唔惊日头晒，唔惊世界走踪。因为对因来讲，上大的鼓励是互全世界看到台湾高山茶的品质甲水准，较赢一个有形的奖杯。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内，台南6家的火烧上灯红啊，已经有4成叶啊开始变色，而且伫附近阁有一片花海，风景是水当当，正适合过年去行村。原本规片青的美国水熊，也就是火烧熊，伫寒冷了后，叶啊开始变做是柑仔色，加上最近一波的冷气团到位，嘛有6家火烧熊园区内底，差不多4成拢已经慢慢啊变色。加上附近有2.7公顷规片的花海，后来大家的民众会当享受大自然的景色。这范围还蛮大的，因为它不止前面那一边，那后面这一段也是可以走走的，其实环境还不错的。上个礼拜跟今天也是很漂亮啊。除了6家火烧熊以外，台南每年的梅花嘛已经开始咧开啊，白像细同款，看就是水甲。最近嘛成袂少游客来遮欣赏。目前花已经开3-4成。当地预估到新正的时阵，花会大开，迄当阵就是上水的时阵。这边可以看到梅花，又可以看到曾文水库。如果能够花再开多一点的话，那应该是心情会更好。那应该是接近农历春节那时候会盛开，就是下礼拜。那它这个开的话，以今年的花苞下去看，应该会开得相当的漂亮。若要看每年的梅花，民众会当去上大片，要100公顷的五粮步道，甲2站白等等的所在来欣赏。即嘛新正就伫要到啊，会当提供互民众一个好行大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来看，花莲有一个阿米水的母语共学团，对外即马正在募款，因是希望会当出版因的教材甲绘本。若绘本可以当用无工作群的语言来读，希望会当传承咱台湾多元的母语。囡仔赤脚徛伫田中央，对时代咧报田，听会讲的拢是阿美话。阿美族住伫有山有海台湾东部千百年，有一套甲自然环境和平共处的生活智慧。2019年，一群阿美族家长伫花莲马格达爱部落成立达摩勒阿美话共学园，发展数轨体验课程，配合无共时节，带囡仔伫全母语的环境中传承阿美文化。即阵要将因的教材绘本出版，予大家使用。生活甲佚佗相关系，所以会当真轻松的方式来教囡仔讲哦，百合花开啊，即马是啥物一款的情况，春天啥物一款情况是真水的。Musadak Kutida Bahasa Iwali Mitsalam Kutida Bahasa Iadib。佚佗绘本佮用母语录音朗读，毋但阿美话，共学园佮要出其他原住民族语，甚至佮有客语加台语。热天吹南风，寒天透北风。你会使用你的母语，甲大家、甲你的囡仔，也是甲任何一个人，用真美丽的方式讲出你的语言。所以，阮会录这款语音包，互大家看到。哦。台语、客语、排湾语、布农语，拢会使用你的方式来讲出来。
回本等咧集资，若是达成相关的目标，就会办数字培训工作坊。毋茫无工作群的人，拢会当来参考教学园的经验，发扬家己的武技文化。记者林书谢桂林综合报道。下晡通天下镜头来日本，日本中部的关市是做刀仔真出名的产地。对800年前做上战场的武术刀，到即马做菜刀，拢真受肯定。这几档阁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拢改点出来家己煮食。灶脚爱用到的这刀仔是袂甲下叫。关市刀匠手工外刀看起来真平凡，说是正耐，轻轻画过等种报纸测试。翻册就因将看不到写出白纸同款的薄薄一片。关市有名做刀技术，应追溯到14世纪，因为当地有清洁水质、土炭甲铁砂原料，拢是做店上好的选择。最初是生产武术刀出名。正先靠的就是赖家准，工匠手艺传到即马，灶脚的刀具依然有真高的水准，老店还有博物馆小界历史传承。业者表示，过去10年来，大家对日本食品较有兴趣，导致使更较注重精细刀工，带动日本刀的需求。东京合武桥有名的刀仔店，4年前就已经去巴黎开分店。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气候暖化，冰河、冰川是直头涌起。美国有一个对天顶翕冰河的摄影师，伊是认为讲冰河是大自然当中上界水的景致。伊使飞行机飞去天顶，用镜头来记录冰河。伊讲较免有一天冰河准讲消失去，安尼假日时势就无得看。壮阔冰河是地表上全美的景色。冰河一向是遥远的存在，不过在41岁飞行员空中摄影师贾瑞特费雪镜头之下，冰河都近在眼前。I use old small aircraft to fly to all of the remaining glaciers that are not in the polar regions. 在纽约最古城大汉的费雪，2岁开始坐细只飞行机就安尼结缘。伊对飞行迷阿公的脚步，家己学修理飞行机，17岁摕到飞行执照，开始享受飞在天顶的自由。也在这时阵，伊做到全球冰河因为暖化消退消失，伊就家己学摄影，想要为下一代留来大自然的历史记录。It's very personal and relatable as a human. It's not a data set. It's a very motivating, emotionally compelling rendition of these glaciers while they're here, because these views will not come back, and they will not come back until the next ice age, which could be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费雪收获一只1965年的单引擎单翼飞行机，飞遍欧洲甲美洲的陆地冰河，翕这全美的景象。伊的部落格记录伊的飞行日志，地图顶悬每一个圆点拢伊的脚趾。除了记录冰河美景，也写伊伫个冰河的作物，包含白钢、油料用完，引擎差点伫空中未顶当的惊险时刻。It's a range where the weather's bad, it's extremely cold, and the winds are very strong, and the flying is extremely technically challenging. And to photograph glaciers, we'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all of this action. So it requires a lot of skill, time, and determination. 今年费雪伫挪威规个热天，伊翕到尼加斯布林冰河全貌。根据研究，挪威冰河伫半世纪之内消退超过1成。看尼加斯布林冰河3世纪的相片就知影，1967甲2010年相差1小节，到2011年冰河明显退后未少。I'm photographing an experience we have available for us in what I consider to be the most expedient, cost-effective, time-effective way. So future generations can see something that will certainly be gone. 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天气报道在下半部天气变化3款，当再来关心各县市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1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有1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至1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是至11度。外岛的温度8度至15度。当再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家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